田尾桥是这个我们7道南102线其中的一座桥。那么它往西呢，它是可以通到圣贤国小，还有接新营的东山路。那往东的部分呢，可以通到4到165线。这一座桥呢，因为它长度原来呢只有30公尺宽，但是预计的河道是差不多要60公尺宽，所以我们这次把桥梁的长度从30公尺宽呢加长到67公尺宽，所以它排水的断面呢就增加。另外这座桥的宽度啊，本来只有10公尺，我们也把它拓宽为12公尺宽。这样的话呢，就是代表这个道路的宽度比以前还要宽，所以无论在交通上或者排水上呢，都有很大的注意。之前这条桥原本伊是缩小伊，缩小伊了后，民众伫遮经过行车安全，敢若车好车有几啊变。这边咱市政府区公所大力的帮忙，互咱这条桥伫遮咱东河参尾经过遮乡道的人加做安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煞排水，本来这来到这，咱桥是30米，来到这这就缩起来，缩起来就积水，落雨就淹水。所以即马甲拍开，排水拍开，桥无拍开，桥就落去啊！所以桥嘛要延长，所以本来有30米，延长到60米，安尼看大家就知啊。第二，跨度，你车转来这拢12米，驶到这转来剩10米，无注意到倒桥墩啊，这就交通的危险。所以咧，跨度目甲增加到12米，甲这边看。所以咱车驶过来，乌多摆骑过来，毋免讲驶入中叫车弄着，还是讲驶入遮去弄着桥墩。所以这个安全性。甲即个排水性拢兼顾，而且有一个新桥，真紧的时间内到个月把即个桥起好，无影响到咱的生活伤长伤济。所以伫遮呢，感谢拄则咱的苏局长有讲介绍讲，过来桥甲东山相关的105的还是讲大埔桥种种，这拢是希望讲把即个桥做好较袂淹水，较袂封路，较毋免封桥，所以伫遮简单甲大家做一个。解说个报告。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2月3日中间台南地方新闻。针对大客车无法度停靠严控严行路段问题，终于要当解决。目前交通局伫永运路0.5公顷用地规划了永安转运站，除了方便各道客运业者甲市区公车进驻转型，嘛互永控公共建设更加添新的地标。该工程3月发包，预计明年8月就当完工启用。永控第一线兼航段的国道客运，因为长期无适当的停靠站，发生过机车为了闪避大客运入站的不幸事故，所以交通局规划伫永控物流甲转运专区兴建永安转运站，伫公路总局的补助将开4900万，目前工程设计已经完成，3月发包，5月开工，预计明年8月完工启用。对此，市长韦铁甲这在地议员、里长拢前来关心，先听出局长的简报，期待工程会当如期如期完成。这个转运站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现在在中正南北路这个国道客运停靠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寻找在交流道附近一个路外的这个转运站，那我想可以未来可以彻底解决现在在路边临靠跟汽机车争道这个交通的这个冲击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原先规划的永康转运站，希望能够疏解中正南路、中正北路这个台一线的这个车流，尤其是大型车辆。让市民朋友骑乘机车或驾驶小型车辆的安全性能够提高，这是我们的用意。但是因为这永康转运站的工程的期程至少要1年，所以说今天除了看这个他们的规划期程之外，也希望说能够在永康设立一个临时转运站。
工程的过渡时期，高雄局嘛伫附近停车用地新设立临时转运站，不过因为需要3个月，包括盐兴、盐洲、盐行、沼清等各类拢认为上久，表达不满。因为阮3日点的事情，本来是讲要求过年前爱处理，结果即摆讲就无过年后，互人过年大家较方便的。阮3日点也无意见，就是讲爱当尽量，就是讲。对。你若无我就一个作简单的，阮3日点无嘛，阮表现一个机会，阮就针对来维因3间，一礼拜的时间无人通车安尼就好啊。本来阮就无意见啊。面对地方的顾虑，市长王伟提甲交通局长嘛当场参详，答应缩短设立的时间为个半月，解决大客车停靠影响交通道路安全的问题。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城西焚化炉营运到达超过20栋，设备老旧，每一工只当烧600吨的粪扫。所以台南市环保局规划兴建新一代焚化厂，并采用 BOT 招商。该经过责任环保局长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由城西能源公司得标，将投资超过72亿来兴建，预计115年正式营运。咱市城西焚化炉营运超过20栋，当时的设计规划，一天的粪扫处理量只有600吨，已经无法度符合现在粪扫量，而且环保设备嘛老旧，因此环保局规划兴建新一代焚化炉，以 BOT 按招商，委由城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入超过72亿，兴建一座全新的低耗能、低污染并具有发电功能的焚化精神炉。旧厂当然会有旧厂的一个困境，那执行了20几年之后，它当然它的这个所谓的运作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降低啦，哈。所以新厂的部分呢，我们刚才有听到许局长还有李董事长所提到的，包括它的这个能源发电的部分，从20升到25，甚至到27。但是还有再来就是垃圾处理量从19万吨升高为29万吨，这个充分可以让我们台南市在垃圾处理的这个量能扩大非常的多。3日伫市府签订 BOT 合作案，由环保局长许仁哲甲城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黎明共同签署，副市长赵清惠也出席见证。该工程预计伫咧115年正式完工营运，届时城西粪扫焚化炉精神炉每工将会当处理900吨的粪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今年面对228纪念日，由民间所发起的移除中正路行动，一定伫网络扩大人数，嘛同步进行政党游说，呼吁各级政府无分哪力，爱依法行政，将威权统治的象征消失伫台湾民主社会。伫一般人来看，中正路就是单纯的路名，但是伫白色恐怖受难者眼中，却是威权象征。根据统计，台南市境内以中正等威权号名的道路都有38条，已经是全国上济。所以嘛，互上马星纪念馆执行长尚玉峰发起移除中正路行动联名，对2月1号开始正式伫网络连署甲游说。其中前建国党主席陈邦定、台湾文学大脑张良铁等人，拢成为共同发起。发言人蒋亚贤表示，该行动无分哪力，就是要政府落实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以及国家语言发展法依法行政。这无牵涉到意识形态，这是威权甲民主的选择。民进党竟然拢无作为吼，而且是专门执政。当然，阮徛所在是台南吼，所以阮除了讲要求全台的行政机关针对这件代志回应了后，接来阮的行动会从台南市开始吼。就是讲，咱希望讲做一个民主性地，而且台湾是台南的起源点吼。咱的台语是从台南开始的，咱的路标即马已经有法啦。你讲华语，这实在是无道理吼。台语是足国际化的吼，所以阮希望这个运动会当唤起所有的人做伙来参与。发言人进一步表示，每一档到228就纪念并无反省，只有口号，却无行政单位愿意依法行政。虽然发文总统府到各县市乡镇以后，强调228进程，政府若无善意的回应，会持续透过监察院、民意机关等扩大施加压力。
那回应一定有各式不一样的回应，这样子哈。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不要把它拉到所谓的政党意识形态对决，这是民主跟威权的选择哈。那依法有据的事情，我觉得大家就应该去做。所以他们如果不依法行政的话，那行政程序上我们就会去监察院是告诉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依法行政啊。好，监察院就要处理这件事情了哈。我们当然尊重了。那一方面是有朋友在有一些像商小姐她在推动，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让在地的声音一起来寻求一个共识。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好几十年了哈，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让这个事情能够比较圆满会比较好。行动联盟强调，该诉求一定会持续，一直到威权统治的象征在台湾民主社会消失为止。台湾新闻军职何强邦采访报道。为伫南港购物中心对面的大王夜市，2天前向市府申请打还使用被退回，想要到去年11月该回归商店街来申请，结果实际上嘛是经营夜市，所以议会国民党团认为也假以合法暗合非法，要求市府要强烈处罚。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伫书记长蔡玉辉的带领，包括副书记长林彦竹、发言人王家珍、加议员柯志春、李中钦、加蔡宗豪，中昼伫议会联合召开记者会，因为新春过后接到未少民众的陈情，表示中华东路平西营区的大旺夜市已经要就地合法，而且嘛开始经营。对此，议会国民党团认为，市府伫2天前退回摊贩使用的申请，想袂到2天后，业者以货柜商店街的名义来暗砍夜市摊贩。国民党议员认为，市府做事经费规定并无单纯。市长讲这是台南市未来的新的特区，明明知影伊挂羊头袂够肉，咱市政府市长的形象根本足客啊！王家忠讲，叫我唔通问讲，市长到底有收政治现金无？安尼啦吼，我是足怀疑，因为我所在，我这个人乌白两道，大家拢要找我，含地位，搁要来找我讲，你大东夜市、大旺夜市，莫讲，外口讲足侪议员有股东，所以咱的市场管理处明明知违规，佮唔敢甲安怎？这个真的检调介入啦，会当股东。会当摕到几位的摊位，我听到是20位啦。歹势，我拢无一个人去伫遐。我觉得这些事情是相当严重的，沸沸扬扬，甚至于外面外传，迄个市长有摕到人的政治现金，当然政治现金这是合法的啦，咱袂当讲人安那啦，但是我会认为这都很不妥。对此，市府经发局市场处表示。因为该地点本身是商业区，本来就会当从事商业的行为。不过摊贩有摊贩的管理办法，业者当初申请的是货柜商店街，甲实际经营的夜市无同，嘛开了2间的罚单。在上许可设置以前都是不可以营业。好，来第二，请你讲。你叫我问的，你讲了出了。我们也在19号跟2月2号同时寄出了1万元跟2万元的罚单那接下来第3章会3万、4万、5万，并得按次连续处罚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连续罚，那也不排除来执行这个强制断水断电的一个处分。议员表示，业者对去年底营业到现在，却只开出2张1万块的罚金。甲业者实际经营业根本是无符合比例的原则，因此要求市府要提出魄力，加重客债的频率，并且建议强制来断水断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为提供师生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特别伫校内2栋建筑物之间进行彩画，形成2条真特色的人行道，丰富的色彩嘛吸引众人眼光，做来欣赏因的作品甲创意。一般人对着人行道的印象拢是白色的斑马线，不过东区复兴国小伫咧推动交通安全的过程中，为了让孩童会用的介意行人行道，
特别将校内连这2栋大楼之间的人行道进行改造。一方面，申请工程人员维护人行道，需要邀请对着地景彩绘有研究的老师，指导学生共同来彩绘。因为校内的这个老师的车子很多，那孩子在经过这2栋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很危险。那也刚好我们教育局呢也非常支持学校，我们这次学校也因为交通安全有来参加我们的金安奖。透过这样的一个补助呢，我们刚好可以来做这个人行道。那我们觉得就像国外我们在看到人行道有时候都很一般的样子，那最近有很多的3D 的一个彩绘，可是我想说在学校现场我们让孩子能够跟我们现场教育结合，所以我们跟老师跟孩子讨论之后呢，就讲说用艺术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们用琴键代表音乐，那另外一个是用毕卡索的一个色块的方式呢，来呈现我们的整个人行道，让这个学校呢比较多的颜色，让孩子看到就觉得很喜欢去走。所以我认为说，让孩子在情境中学会交通安全，也不知不觉就会习惯走人行道。伫个彩绘过程，完成学生拢真好奇，但完成以后，拢被缤纷的色彩所吸引。一条是结合几何图形毕卡索的人行道，另外一条是大型的琴键。吸引不少学生介意伫个琴键顶面来走走跳跳。之后看到他们在涂鸦这个或者是设计这个时候，我觉得很新奇。我在旁边跟朋友一起看，那看了那时候想说，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可是做完的成果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的奇特，没看过的斑马线，我觉得很新奇，因为一般的斑马线会觉得只有黑白的，让你觉得很无聊。可是学校多了这个彩色斑马线之后，让我更愿意的走这个斑马线。那走斑马线可以保障我的安全，也可以保障来车安全，所以我觉得学校多了这个，不仅学校更缤纷，我觉得我们看了也很开心，蛮好玩的，因为我们可以去想象说这个琴。就是我们是小人，然后琴是大的，然后我们就去跳那个琴键，然后就假装那个会发出声音，然后我就会在那边跳。然后毕卡索的话，我会去想象中，我会变成那个正方形啊、三角形啊之类的，我就会去想象中我是那个，然后就会一直跳来跳去。学校将原本单调的人行道变成色彩缤纷、趣味的人行道。不但让交通安全的宣导变加趣味轻松，小朋友爱行，养成过马路行人行道的习惯。如果无违反道路安全的规则，学校的师生嘛希望会用将彩绘人行道推广到校外周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8號17號，南天宮伫元旦開始舉辦68萬的創業金博杯比賽，春節期間吸引800人來試手氣。廟方為了安慰無博到2個聖杯進入決賽勝仗，所以特別加碼，特別送出價值48萬元寶的貨櫃額，可以伫2月12號閣拼一擺手氣。主事奔赴千歲8號17號南天宮。自元旦起舉辦來阮廟點燈過年博杯比賽，參加者只要連續博出2個聖杯，就會當進入2月5號決賽，爭取68萬創業金。活動起跑至今已經累計將近有1000人參加。來，我們裡面請第4位，第5位，好，謝謝。大家記得呢，比賽卡寫上大名、姓名。因為博杯比賽愛2個聖杯才會當進入決賽，主委飯店警方表示，有真濟點點的勝仗，無博到2個聖杯就無機會，感覺有一點仔可惜，因此臨時決定加碼一個貨櫃屋，價值超過48萬。點燈非常的多人啦吼，本會真在我一個靈感就是講，為佇我做貨櫃的我趕緊來加碼一卡這個貨櫃小木屋來參賽的人無進2杯決賽的人莫有失落感啦伊個會當來參賽這個貨櫃小木屋，有那價值40幾萬的，閣咱最少即馬本會的信徒愈來愈多，今年點燈就真正超過1000萬人，咱既然有這想金咱趕快去來回饋予這迄種個信徒的這個機會。主委表示，這卡貨櫃內外攏精心設計，內部是分散木樁，
加上知名品牌气味厂，外观也用机灵棒装饰，相当有质感。希望会当互参加点灯跋杯无正经性众一届机会，无68万创下金。2月12号嘛有机会会当将货柜屋炸转去厝。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为了减轻家长负担，淡市内公立幼儿园将对今年7月开始全面延长课后留伫幼儿园的时间，对现在下晡4点延长到下晡6点，同时嘛推出各种的补助甲配套，做回来了解。即卖有袂少家庭翁仔某拢有工课，无法度顾囡仔，所以会选择甲囡仔送到公立幼儿园。家长的下班时间无法度配合囡仔的下课时间，因此课后留园成为非常大的问题。在招生的时候，其实家长多少都会询问平时课后留园4点之后，因为现在的双薪家庭多，然后呢，家长他们会在接送上面有一些困难。不只是时间，同时也有费用的问题。为了减轻家长的负担，教育局于今年7月开始，全面延长课后留园时间到下晡6点，制定每点钟家长缴费无超过50块，就算只有一个人也会当开班。教师的费用也由教育局补助。教保人员的钟点费每小时至少是300块，而且行政费的上限不会超过20%的基准。那另外，我们学校、我们各园可以在园内弹性运用人力，或者是找外聘的师资。站在学校立场，会全力的来支持、来协助幼儿园做相关师资人力的调配。譬如，我们会善用国小部的课后照顾班的老师，还有课后社团的老师，他们也可以来协助幼儿园这一块的这个课后留园相关的课程或者是照顾。在课程方面也有较大的弹性，老师会当设计丰富多元的活动来因应家长的需求。照着政府的政策，除了提高公立幼儿园课后留园的开办率，也强化公立幼儿园竞争力甲服务品质，让囡仔有更较好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根据2021年上新的统计，脑血管疾病伫国人10大死亡原因已经排第4位，平均每一档会夺走1万多条宝贵的性命。所以先呼吁，照高血压顶3关，或者是心律不整、有食薰、甲体重过重，拢要特别注意。同时要定期做脑部甲心脏相关的检查。脑中风往往会造成无共程度的神经功能的障碍，造成失灵，更加是国人残障主要的原因之一。临床的表现包括意识的改变、肢体无力、口歪眼斜、言语不清等。因此，奇美医学中心神经内科医师刘伟霆表示，平时除了注意危险因子，包括高血压、高血糖加高血脂。另外，食薰、啉酒、甲心律不整，嘛要特别注意。脑中风其实是可以有效预防的，在透过控制危险因子，可以有效预防大概80% 的病人发生脑中风。那脑中风的危险因子有3高，主要以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为主。那另外还有心律不整，还有抽烟、喝酒这些其他的危险因子。那有效控制这些危险因子，可以降低脑中风发生的情形。那另外的话，在血管的一些检查方面，我们可以提早去做颈部超音波或者是磁振造影，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危险有一些那个脑中风的一个风险。包括颈动脉超音波可以看到，颈部的颅外的血管是不是有一些狭窄、阻塞或钙化的情形。那磁振造影主要是看颅内的血管的状况。那磁振造影除了看血管的状况之外，还可以去看有没有一些小中风、小出血是以前没有症状的。那如果有这些危险因子，我们可以提早的去控制它，然后降低中风的情形。这样。医师表示，脑中风有分缺血性加出血性，缺血性大约占80%。随着人口的老化，脑中风的病人嘛哪来哪增加。根据奇美医学中心的统计，每年大约增加1000位。平时除了注意3高的控制，
民众嘛会透过颈动脉血管超音波、甲脑部的磁振造影，嘛会用来评估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2月3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